家家有好势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位，我係燕燕。係澤位，來，超過你撩一下。好啊，好。等一下冇茶，唔係，做嘛？撩眼嘅酸菜。嚟錯幾樣好，兩樣，撩一下。一定會做啥麼？唔係涼咗嘛，做菜啦，涼菜。唔係啦，我老你講，我表演啊，就係我做自家嘅衫，合自家嘅酸菜，你按照客製化，你知麼？嚟就講咪莫不按到偏偏唔係做埋做大送錢。客製化量身定做啊，很醬哦。客製化，我第一個名詞啦，我第傳統沒有客製化。哦，是該東西你下就客製化。當然啦，唔是喏，像一隻主廚，你主廚應該算主廚界裁縫師。哦喲，很厲害。好，歡迎啊，邊個盧俊斌主廚好。還先涼一下，幾有太，有哪裡出來搞呢？最近啊，冇話講量身定做，搞起嘛，搞很多客製化。係啊，係，其實應該啊，講到來做出來啊，因為講一定會做了嗰啲客家菜啊，嗬，客家菜重點一定會做，但是哦，你啊會做了啲客製化嚟講，就因為好食買東西，好食辣，我意思係做好辣的哦，你有聲音，塗聲音咧，其實冇做辣的，然後客製化啦，按樣都客製化，客製化。唔講就講傳統按樣型各種嘅菜嘛，唔會講客製化，愛好食啲，你自己拼在一起的時候，會不會擔心說，客人弄得不見得好吃？你明白意思嗎？因為啊，其實了解啊，時候，喺了解人家吼，到底去好食買嘅東西，有食買嘅東西，冇食買，咁你一定會先問過。很大心哦，請才子會填到機咧，你講心機很重。係呀，係啊，你下擺落一定會識到啊。你客製化都，譬如講你銀行落來咗，你阿錄音佢冇生牛誒，做冇做牛誒，安尼。很強。係啊，第一擺一定會先問啊，第二擺、第三擺是做一遍嘅呀。哦，你就係冇殺到嘢先啊，咪填到嘢。哦，你就係了解人家嘅喜好，跟食材準備動作。其實哦，那個客製化是，那你也是賣好氣嘅，佢哋講了解，哦，人家要填嘅些哦，當一隻只魚翅葱啊，賣個氣嘅那一種時候咧，你啊冇填全部嘅哦，真嘅客製化。你還是懂寫反給出來嘅，真的要吃對食物，是對時間。係啊，給你下時間來啊，為我們量身定做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我適合吃什麼第一道菜？今日做兩樣菜，香草雞排水潤餅包。香草雞排水潤餅。水潤餅係細咧，我啲新竹上磅沒有食過誒。係，其實呢係新竹嘅呢係名產啊，你看那種水潤餅，呢個水潤餅哈，其實蛋漿石頭，佢含有一點嘅肉桂香味。係，肉桂香。你出嚟細嘅水潤餅啊，大家可能唔知哈，細了啊，做是凍好嘅稀稀味哦。係啊，其實做。小時候的味道，我這會幫一點什麼？我阿婆本人講啊，我講你一買東西，就是會講你拜時就愛時間，按照平安餅，平安餅，所以你是保平安咯。平安餅，你下嚟就用吐司啊，還有漢堡跟麵包，用料來代替，很好香，啊，所以呢很有嚼勁，所以應該要先拿來烤。你還不用烤箱係嗎？不用烤箱，跟差唔多要烤3到5分鐘左右。烤3、4分鐘左右咧。好，然後好咧，用那個啲嘅香草雞排，香草雞排，用煎嘅，因為雞排我要先處理過，嗰啲咪要用到個意大利香料，用到調油，你有起骨嘛？有，有冇骨頭嘅？冇骨頭咧，有人處理佢咧。有醃什麼醬料？有啲嘅胡椒粉，好鹽，然後湯，好一點調油，好。白酒，好，還有意大利香料，好，意大利香料，看到咧，一啲種嘅香料啦，係。哦，你睇睇用嘅鑊嘅都易好咧，有陣時唔是太少，就黐嘅來煎。啊，煎嘅是咧，記得喺個皮嘅先變下去，因為皮哦叫油啊，啊，所以要講到嘅油是變硬多，吼皮先要去比油啊，吼，那皮啊煎然會切，糖豆嚟上啊，就知道啊。整個心花開，
省钱用哈。你后尾去给煎鸡排，给你旁边给木油来做嘛个？其實健康，但是又睇這家未凍好啦，嗰啲退啲啲㗎。你上次佢食啲漢堡嘅東西，應該冇配到啲薯條啊，呢個東西，叫唔長嘅。你係咪去客製化？客製化啦。有啲人講啊，我冇去食鋪，佢家都講，我冇去食鋪嘅，唔過你係要鋪嘅哦。你鋪嘅東西，你喺冇辦法有買添。係啦，要吃薯條啊，哈，要薯球啊，雞米花那個煎蛋嘅。你快快嘛？要快咧，快啊！不用直接煎出走的，直接鋪。哦，其實呢部卡做咩做咁簡單？你看家裡的廚具差唔多出2張嘛，好兩滷誒，一邊嚟煎雞髀，一邊嚟鋪，冇辦法買嘅薯條啊，雞塊啦，跟一邊啲煎啊，整個皮有啲咧擦擦嘅。可以做嚟切嘛個東西啦，以前面嗰啲嗬，上嘅東西底部等下包到咧香菜，好香菜，還有包到咧tomato，還有是漢堡一聽到標呢就是醃黃瓜，酸黃瓜，那特別你冇不一樣啊，我醃黃瓜 double 再 double，跟按你傳統嗬點東西不多麻煩，譬如講人家菜單我蠻下，客製化有菜單嘛。客製化是冇菜單，睇一般吼，只係講先到佢準備好，佢停來先停，好停嘅，好嗰啲就係自家廚房可以加菜單，廚房係自家可以加。佢有咩動腔呢？有上次我提講，面客嘅性感度又蠻強，做一擺俾你當好食，佢兩擺個失敗佢都唔會講。係啊，為什麼常常說哈，抓住一個男人的心，就是先抓他的胃。其實做傳統的功用啊，你要先抓住客人的胃，抓住客人的胃就能抓住他的心。係，呢啲係了解啦。咁按條啊，媽媽要記得用嘅剪雞肉嘅時節啦，皮哦，皮零先表下影出，一皮身剪到擦擦咧，哇，你看皮身剪到擦擦，跟住腰身別出來，你看，跳下병一啲啲腰田，你下冇你看，按到腰，跟住腰身就出來，切來是唔會讓皮噴啊，凍皮樣嘅，好。韓國其實吼，像是個通順啊，擦擦嘅味素，很難好食，細個口感就冇強用。喺度鋪東西嘅時節，講，等於是병下去啊，好，你鋪睇下最簡單嘅，可能東西是。叫鋪起來，叫鋪起來，熟嘅東西其實係鋪起來嘅，鋪起來嘅時，等一下然後看一下，咪攞去像吼，幫佢鋪到有點像咧皮樣，有啲擦擦，擦擦樣嘅。你料都準備好嘅呢，其實做嘢一簡單，最重要是煎料雞餅啦，雞髀，還有嗰個水潤餅，你來看一下。好，做得拿出來嘛。做得咧，有哨子做得咧。好，其實佢本來就熟嘅嘛。你唔係做水潤餅嘛？其實有水潤餅哦，你係傳家秘密，嗰啲紅豆咧。你是講你係講是春新竹啊，是春一件的。春一件。是春一件的。這個獨家誒。獨家。你按買嘅時間。好嘞。好來，夾出來。哇，佢按配過之後，個香味很下明顯誒。係。咁味道一邊就凍香咧。有肉桂嘅米絲。其實你做起來真係都冇簡單嘅，你一張看到吼。哦，嗰啲牛腱吼，我煎不起要熟嘅啲皮就個變過來，然後本去煎好插得。我用蠻看用熟嘅，我以前啊學嘅時間，你嘛用快嘅凍皮係嘛？好，如果凍嘅下去，你看到要熟咧。凍嘅下去就做得了。係，因冇熟嘅牛啊，軟，好咪凍下去，嘿，你看到就做得咧。你漢堡啲傳統裡面有注文太㗎，係咪？呢啲一項菜哦，味道嗰啲嘅菜單蛋糕，最時上係時常要。哇！雞髀看起來就非常嘅醬。其實咧，整個盤嘅都是可以當好食嘅。好，因為是組合，你等下會來做組合嘅工作。好，其實凍簡單。好，開始到你係雞髀嘅先嚟處理。好，雞髀先處理。骨地方嗰啲嘢先切開，骨頭先切開。哦，這麼貼心哦。係啊，唔講係最好食出骨頭嘅，俾你冇嗌嗬。你下啦，你。企定凍跳嗬。係好香哦。對切。你家有咩？因為有很多香草嘛，香料。其實它有香料在上面哈。哇！我最愛看吼食物的剖面。係。按你兩層。
等下会夹两层，你记钙皮做一只汉堡。你还开始组合喽。来知道啊，种汉堡你真的懂厉害。原有蛮组合，它其实是一个美学的概念。哦，因为看有人后生，你怎么喜欢熬皮啊？其实啊，简单啊，你好热饼不用等啊。好，伊咧拄烤好的时间吼，有点烧烧，有点烧烧，就烧烧到咧起司饼下去，先不用起司，好，加咧鸡排，加营养的先来饼下去，哇，还有饼掉咧香菜。其实讲出来的毛杯啊，动作太卖场面有卖综合的生菜啦，是生菜。迄讲妈妈一本生嘢是无电通就最主要就煎那个鸡排时间，你嘛？系啊，系么子？其他你看哦，芹菜有咧猪肉啊，有牛啊，梅做的，春做的起价饼。好，菜，再过来嘛，哇，我做的酸黄瓜，克制化，长辈最爱是咧酸黄瓜，一直克制化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你们该是当开胃，对啊，是下去。tomato 哈，tomato，饼下去。好，十个类咧。十个类要用完。十个类嘛个。还有那里一般的，还有边。还有一般。钙皮还有一层的了哈。哇。你还你得搞叠的哦。叠的。差没，你要叠好哦。好，只有还有东西来用了啲特调的来酱。沙沙酱，有葱头啊，tomato啊，还有你加最后的香菜啊，橄榄油了就，做了一只酱料。沙酱嘛，沙酱。哇！你哋酱是起来嘛个米丝吼。其实你按酸甜那样，你种吼没做的又加辣的，好吃辣的，没做的又辣的，好，然后一袋了诶，送过天上鱼。哇，天上也是这样，因为做啲那所以讲你做钱咩？对啦，东阿姨啦，哈。你看切对半。哇，你糖多两上。哇，juicy，有切嘅上。好，摆盘两摆上去。黄豆 Andy 不怕改走哈，这种高级饭店的感觉，高级餐馆，串烫杂碎多的，还有哦，不用嘛该，不用人家泡的哈，薯条啊那个东西，它有的好时的呛菜没做得饼，煮掉咧呛巴菜啊，煮掉马铃薯啊没做得饼，饼掉嘿，哎呀，很香哦。哇，那是它以运动健康又平安呢。最后平安，那水润饼是你个讲的平安饼啊。哎呀，是的，你看。好，安尼做得来吼，安尼拿起来嘛，譬如说，银行来，主厨要端上来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香草来水润饼堡。可是一下就讲。还有用咧做咧铁板概念，铁板面那样嘅感觉。哇，这上汤有啲矮分熟嘞，矮分熟嘞。对啊，那咧虾贡吼，表达你那是天使红虾嘛？哎，天使红虾。哇，哎，我冇试过用铁板种嘅意大利面嘿，牛排我要给表上去。牛排。哇，感觉你不含崩下，像伊5分熟的感觉，但是吼，迄个水唔会照出来，是诶。叫没事了，哎，大保姆哦，因为我当叫我在早午餐。妈妈，你有吃过贝果吗？贝果那种东西，你一定有买过，炎炎一天。
加毛不食起来口感就像贝果一样，嘿，圆圆，唔过咧，食起来又贵香，这个加上鸡肉、香菜，还有酸酸的酸黄瓜，还有椒，还有那个 cheese， 然后一层一层吃起来，你们讲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有一个哎呦一直讲哎呦，这个可以来当果叶。那做当好食。嘿，韩国咧水润饼啊吼，因为按像汉堡肉系讲肉汁太多，也系呛菜嘅水嚼出来袂是到绵绵嘅口感。一般啊，你用咧吐司啊，用咧汉堡，你对咧面包做得好软呐。好软哈，其实袂还会做了水分啦。做到水啦，那个吃到吐司啊，嘛是黏，你看黏绵，系啊，韩国运动袂呢，肉桂香配香草香，就是香香香。看看水润饼有人家你算伊在啊名产啊，我冇可能会放弃在表现去。真的呢，你看讲，我弄看客制化有2种研究的，一种系嘛概念嘛，一种系食品安呢。哦哎，水润饼做的是平安宝，妈妈、爸爸、阿叔、阿爸都会吃哈。还有一种谈恋爱的，这个时候就会做的看得出来哈，谁来了谁没感情好吗？按大口咬一次，哦，你看按胎还有，要是觉得这样还是很漂亮的话，那就是真爱。后生嘛，中条没后生的，中条后是啦，对啊，它的层次味道一个一个出来，就是有就 cheese， 它就又该香菜该香甜，嘿，韩国先生又讲哦，佢该香草梅，韩国佢该肉桂的那个香味啊，还有那个水润饼呢，其实呢，它的味道本身就很温和，所以一打平嘛感觉我觉得都是百搭，但是你配香草真的是太棒了。真嘅，譬如有時落嘅唔同，有時嘅口感有冇咁濃樣嘅，層次分明啦。哦，有啲人吼好食早午餐呢，就董豬早晨嚟聽下有啲人冇哦，其實早晨是早晨，董豬是董豬，董豬會食飯用嘅食嚟。董豬嗰啲就煮意大利麵啦。意大利麵克制一下，來好食牛肉。然後是海產，真係冇海味。兩種加起來，牛排撈蝦公跳下來，海陸雙拼啊！海陸雙拼意大利麵來試一下，看怎麼拼。這個海陸雙拼呢哈，海陸雙拼感覺又要游泳，又要滑水，又要爬山。一般來講，海陸雙拼係上到牛肉嘛，還有海產。海產哦，特別準備嘛該有牛排撈蝦公，嘿，我記得沒錯，看的沒錯的話，那是天使紅蝦嘛，嘿，天使紅蝦，你記得是讓你分下，唔係你要剩3個、剩2個，天使紅蝦。本來今日做在上學，遇到日式料理啊，你都是用了天使紅蝦做上誒。我啲天使紅蝦佢喺下降哦，冇看佢縫，唔係煮過，因為佢係深海蝦。係深海。古時候講佢身體本來就縫誒。係，錯嘛？深海蝦。好啦，還有咧係沙朗牛排啦。沙朗牛排，然後用咧做咧鐵板概念。鐵板麵這樣嘅感覺。是上，所以古時候講，你喺旁邊先烤鐵板。係鐵板啊，你也先那個一種哦燒來。好啦，喺個煎時間，好，而家夾子，好，喺度先來大火，一定要包括燒，好，一定要燒，好。油嘛，油一啲啲時候咧，但是哦，你包括講嘅凍燒，但是用油哦重燒，凍會起火，係啊，危險，所以你嘅油哦，用到你嘅。煮食材咧，到時候咧，用到煮食材咧，到時候咧，有一啲啲嘅變到佢要，嗬，冇法度全部就到包括全要用到油，嗌是讓一啲啲油啊，變到嗰啲牛排咧，哇，咁聰明咧，哇，樣樣樣，嗰啲嘅牛排全部要換到油咧，好，樣要阿燒咧，好，嗰啲煎牛排嘅時一定要記得，包括一定要拉燒，嗬，下去燙下咧上時候咧。哦，燙生，哇，試試感受。捱不熟咧，很少。一定要燙到咧係生，我燙到咧上，我嘅燒生要拉燒啦。係，一定要拉燒。哇！就是我看到你挑戰撈嘅油，平均的把它弄好整個面。讓到嘅牛肉檔之後咧，好，就講一啲啲。唔可以黏薄嘅。係啊，唔可以黏薄嘅。還有一道正差到而家。小技巧是嚟講，那你一般稱為上講牛排啊，了東西哈，煎一擺時候咧，好上次佢唔錯，那一道春湯做啊，一定會
做凉白。哦，切凉白，嘿，你看铁白。好，我俩是台薄，不然再见到有条个擦样呢。好，拢是地方就嫩嫩的缝起来。嘿，先起来，你看，然后我哋就先夹起来，好，跟它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好。你系动作哦，是讲，那你要捞你系牛排放去回血，伊可以是先捞去血水先放到底边，去血水后是去甜味，嘿，软软的甜味，所以一定会先，吼，要去缩起来，吼，缩起来的时间吼，你系冰点放去底部的血落放去凝结。所以以前唔会定下个切的时间，血是就长长的，你再看到遐血吼，所以讲，哎呦，魔术，嘿，其实个甜味有嚼开的，唔好食的。刚才用火烤过那个铁盘，因为卡冇铁盘，讲啥？没做在时间用了，不卡动流行了铸铁锅啊，了对哦，没做在吼，没做在就按肉身，点蒙是错了。系啦，来，可以宝哥等下煮了意大利面，好。意大利面，你准备了冲到10度的蘑菇酱，同时来阿姨。好，其实呢，搞太港用蛮煮面的方法，搞动到边的哈，你做的面先煮好来，知道吗？面先煮好来，你有冇解？你系高汤。哦，准备高汤，准备高汤，然后蘑菇酱啊，先不用。你看起来你要根本你的面算起来就要收汁的那种，收汁的，没烫的哈。提了意大利面先晒好，其实当时应该你好食了意大利直面条，还是不用直面条？好食了因为声音好食了。通心面啊，管面啊，对，没做在饼，好穿做在饼。其实你大概是意大利面煮毛枪安尼防范嘛，比如讲你是找来煮起来煮淋酱上去，应该肉酱啊，对，那你是饼掉咧，胡酱还煮啊，没做在饼掉胡椒酱啊，对啊，你克制化，一般你咧是多咧种诶，可能好多用咧你的传统的咧油面啊，油面，有啊，看到连铁板就会想到油面。油面就会开炸鸡翅的时间就用油面。还会再个卵啊，荷包蛋啊，好，那你今面用咧面条，用咧意大利面最主要诶，佢口感好好啦，口感好。咩好耐煮？好耐煮，用到青菜啊，我你了青花菜啊，吼。香菇啊，了对，其实好食嘛，是不用嘛改。系啊，从个声音最好是玉米笋，加落去吃强强。其实你讲起来啊，自家安尼做，客制化安尼做，自家底部卡妈妈没做得做的吼。系啊，其实现代爱你俩放凤片咧，用意大利面，自家到超市啊，咧都自家卖专业咪到的。你遐多超市有卖片的，譬如讲蘑菇酱啦、黑胡椒酱都买片。然后讲啊，唐妈妈我也有试过哦，你去买个黑胡椒酱，也系讲那个蘑菇酱进来，你敢买东西当好，你冇，你加用葱头，你自家切葱头，再加一些些那个绞肉落去，然后自己再炒过。然后讲，可以去蘑菇买比蘑菇还好食，师傅爱炒嘛。其实懂啥呢？伊讲诶，好香到是不用到奶油，我一般呢好甜控咧，不用到橄榄油，先炒咧葱头，炒哦。老人家你买转来咧酱哦，不用下去。系啊，所以我们吃到讲买转来又发好的东西，吃到少一点点人味。从爱好是人爱是袂不用个干辣椒，如果买太强味，然后又有香味。好，你出龙加高汤啊，底部度不用落去，系面啊，收汁煮，好。哎对啊，因为面咪冷，所以我帮你煮下球的，煮下球的，帮你熟来。跟那一只猫给出来捡东西哈，煮了的面哈，好，这下捞了的虾贡哈，不用下去。还有俺哩的牛排哈，听一摆嘛哈，因为先水喺甜面来面，嘿，用咩？韩国师傅景义很贴心呢，因为天使虾的虾头最甜了，嘿，所以溜蛋本来还自家包落去，自家包落去啊，身体也好了，也饱开了，师傅还有问题哈，因为你盘的家有烧过的，系有烧过，系你用系咩做唔第一条，系未做唔得调数，所以俺哋咪好。炸好咧时间，哦，看，就讲牛排到煎下了，差不多有5分熟咧。5分熟。再来，你来。其实你要真用毛鸡盆嘛，哈，系，不错，冻架是好咧。
但係你咪啲咧鐵盤吼易凍燒，所以吼你記得在熟嘅咧醬啊時間咪要注意，係咪要注意下。其實麵啊，用按你收汁的方法，其實裡面有濕豆加你放進去的醬汁了，所以唔是濕太多的醬誒吼。一般我都阿咪記得大家來做一些，當然我哋常常學些，我看到咧鐵盤滴滴多多個，但是上次咧好危險啦，係啦，好危險啦，係。其實媽媽啲屋卡咪做得用盤的咪做得啦，用盤的呀，講講嘅盤的咪做得。好，我哋等下好咯，煎一下。哇，你看意大利麵哈，煎一下哦。好，來煎一下啊。對。哇！我冇試過按樣型的用鐵板裝的意大利麵呢。嘿，其實我哋咧想法吼，咪講，上次我哋都係食咧意大利麵時間，看，我記得用盤呢，但是啊，我哋現代大嘴骨啊，你講，是說，是這個麵啊，對，來貴吞啊，硬條下，嘿，我哋用咧放石頭係會做保溫嘅一個效果啦，好，保溫效果，厲害咯，牛排有啲表現牛排，哇！真緊呢，客製化改廚師真嘅上動動吼，這個要上動動。然後講你唔單槍還是客製化，你還是用心。你看啊，我還講我想要吃牛排的感覺，又想要吃意大利麵，所以按哪一感覺係嗎？嘿，你看牛排哇，簡單而已，還蠻哦，裝飾帕塞利，不用上去，有紅有綠樣，真的。然後講。你一律不用上去咯，就講50克。還有一點，唔該講上一些豐甜椒，甜椒做一個這個表海。其實咧甜椒本來是上色，做成切是凍好式的，好，那你後背給裝飾一下，然後給裝飾一下。表下哦。其實媽媽喺生嘢講，上一些放下去煮咩冇關係嘛。係啊，表海煮麵吧。哇！來了，點好，來試一下海陸雙拼意大利麵。大家意思係用到咧係薑黃粉，咧係咧當健康，因為到咧係香菇，我哋用到香菇，我哋盆產到咧哦，很薑哇！馬上間摸係食咧風車就走出來了。董聰來到異國海灘，螃蟹爬在上面，結果我們要把它吃了。想要它趕快爬到我的嘴裡。來食意大利麵咯！那種講起來哈，就像你出去冇不了那種這種頂級套房的感覺。山珍海味。唔對啊，一聽到成些去牛，一定係加。你做先啦，你家看下，我呢條下哦，去做咧，用煎兩擺咧，放起來牛排，硬食到兩個，你不喊放下，像啲5分熟嘅感覺，但是哈，佢血水唔會走出來，所以講咧肉汁鎖在裡面啦，所以是咧是凍潤。有冬天變梅頭真。你就查到那邊，唔知啊？平常時你有常時冇拄好煎100天天血水會出來。冇呢，而且那個甜味，啲裡邊冇是你看上次都煎100時，煎到長球，煎到皺樣樣，冇是煎好長少時間又會摸熟，煎到3分熟的，血水會走出來。你還客製紅蝦。那是你愛天使紅蝦，看看多天使。這個牛凍緊實，它夠飽滿，它也有吸附到你的那個醬汁，還有對蘑菇醬，係啊，它夠啲鮮甜度，
就是它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虾子，真的呢吼。你这样简单两建议下你呢，嘿，就是食到了虾贡的原味啦。因为大家讲的天使红虾不能做做上色嘞，嘿，不能做上色。爱吃到佢很啊厉害的地方，除非讲佢耐煎耐煮，佢煮过很啊有这种嫩嫩的感觉，很好甜，懂你吗？我吞落去咯，我吞下去了，它那个甜味还在我的舌尖。系啊，对。那种讲咯，你嘅客制化的牛肉也好，还有虾公也好，最重要係面，因为啊，大家都想讲，你嘅面淋嘅酱汁之后，不过你下半个好多嘞，用直接煨煮它，吸收了那个汤汁，面本身就有米稀，所以了龙平龙是在面抹香油。上次也讲让林总也懂啊，调呢么子调满呢啊，但面子会摸梅就面出面呐，姜出姜啊，不过安尼整个是那种合而为一，有没有功力大增？后来又是早午餐，又是董猪，就是面天天呐，有的人想讲，我一天要吃饭才会饱，有饭嘛？有啊，你看到台这家来做咧炖饭，炖饭，师傅。炖饭要时间哦，俺没懂会炖饭哦。其实到台这家简单的方式，豆腐虾哈，简单是都会做。哦，简单的炖饭。炖饭，仲有猪肉的菜啊，猪肉做乜嘅？主要你要用咧明太子软壳蟹炖饭。明太子，我爱软壳蟹，我爱明太子。来了，明太子软壳蟹炖饭。哇，我看到软壳蟹啦！其实上次伊讲咧是咧虾讲的时节啊，是咧海产啊，冻到时啊，薄荷啊有眼熟，但是你讲吼软壳蟹吼，其实是贵家村做的蟹。讲一下，东东也唔伫软壳蟹样板型来嘅。其实佢咪拢系啊摸下佢，去大概吼去。了解佢嘅時間時間，佢啊嘟讀好嘅時間哈，佢溫學嘅時間哈是實在嚟嘥。嚇，跟我用慢啲，我第幾節錯冇？係，佢哋學嘅囡仔是咪啲你班誒好摸下上去叫時間啊，嚟到佢哋會安排樣嘢。感覺佢要脫退課，嗰啲作為哦，古所講全程都做得食哦，全程都做得食哦。唔過第擺都還有做唔得食咧未？冇，當時候唔單到睇為攞佢切開來，好，你咧這個咧姐姐。哦，所以兩地擺都攞佢切一下。來切一下。這是他們的那個肺呼吸的。來佢切一下。切一下哈。好。來一道咪係。拿到1分鐘要重量。其實是凍簡單啦，好，所以你講一般處理咧摸蟹、紅鱘啊、大閘蟹咧呢個方式，其實咪強龍，強龍嘅方式。你一般市場買得到嘛？一般市場可能係請嘅有做咧冷凍嘅咧海鮮攤販啊，做冷凍嘅做錯咧。伊咧軟殼蟹唔係用你一般講春用嘅生嘅那種嘅，基本上做到冷凍嘅，係叫急速冷凍嘅方式，因為海鮮的東西哦，出來呢一定要起嘛，一定要起，一定要起。後來你燉飯，大家印象中燉飯都是非常豐富，係啊，凍豐富，一定要凍到搶菜，加切的係上香菇，香菇咧用到甜椒咧配色啦。好，其實好酸嘛，該是不用嘛，就不用嘛，該啦，吃頓飯就做得不用調味啦，知冇？不用搶菜，蘆筍啊，那都係春做的。我記得啦，有啲東西哦，冇做唔得主題叫嘅，就冇不用按到。係，其實咪看時間啊，即講香菇咧凍來煮嘅，是點樣是不用係，可能搶拍菜哦，一袂忘睇，總是我記得嗰啲是。冇按做標。好慢都標，好慢都標。其實就喺台這個，我一般都幫你好熟咧，好軟咧，所以我哋就係攞盤先煮好來。你出嚟愛問呢？你剛剛講你係快速嘅煮燉飯嘅方法，譬如講媽媽，你第一燉飯地中海料理，一天都上米嘛，好，你唔係上米哦，唔使煮過誒。煮過。但係意思係用到咧係薑黃粉，咧係咧種健康，薑黃粉就我哋啊習慣啊，嚟到就是煮飯的時間不用薑黃粉啦，先煮。是為讓伊摸下。唔會煮了凍熟冇？記得咧煮盤的時間水會燒到煮從嗰啲會炒盤，讓伊應該啲盤咧
妈妈讲，不用听落水哦，不用落水，你等下煮炖饭就变糜。嘿，会变糜。好，当然来看到了咯，了还你准备的奶油白酱。奶油白酱，妈妈你不看，你要煮奶油白酱呢？简单个都不卡吼，是会用了奶油，吼，先下伊炒的，吼，切掉了葱头，讲了，是吧？底部一个葱头，葱头，嘿，葱头伊煸香，吼，用奶油捞葱头煸香，煸的吼，用到水，吼，用到我哋牛奶，吼，鲜奶油，吼，用到了调味料，梅头，还有用香料。你是做得嘞？你也是最简单的白酱啦。除了我刚讲的嘛，你莫管买做了偏的，有时是加一点这个底的东西，譬如讲葱头啊、奶油啊，所以变成这个底莫会食的，营养加分。他个莫弄非多讲，我们要勾芡嘛，因为饭底部都本身它就有淀粉嘛。迄条啊，佢讲咧，盘嗰時煮效果好，照到咧醬要煮滾咧嘛，吼，迄時到咧。燉飯嘛，所以我撈盤先不用下去。好，還有我哋講，我上個認識到咧香菇，我哋用到香菇。香菇。那個菜是在用。來加個切好的青菜。香把菜咪不用下去。沒錯，師傅特別來講都講簡單吼。基本。谁会哈？嘿，蚕豆烧咧，我以为咧软壳蟹而已。哦，软壳蟹。第一了，好，软壳蟹咧，是好建议睇即家用咧泡的方式，所以泡去切切啊，泡去切切，让伊几只毛海存在咧食。因为师傅讲啊，软壳蟹几只都做会食。定来印象中软壳蟹咩应该按来食，按来炸嘛，冇可能用配方法煮，因为它有很多甲壳素啊，还有很多的营养在底部度。用乜嘢泡啊？用咧哦。佮用咧面粉啊，吼，冇是咧超市买到咧酥炸粉咪做咧，喺你啊用到咧起司粉，不好香的。起司粉混在里面就超的，混在里面让你係之類來攪啊哈。韓國人來地講，該軟殼蟹啊，它是經過那個高溫炸過以後，它的那個甜的氨基酸的味道才會自然釋放出來。係，佢冇啊，市場同睇下有時咧下講啊，咧佢。係甜味哦，係自然的哦。講真嘅，我係第一擺看到安尼煎甲殼蟹、泡甜甲殼蟹，這個就是傳統式軟殼蟹啦。我係第一擺看到加 cheese 粉誒，這個還沒看過。這粉誒，泡起有啲香味，吼，你盆產到咧，吼，你是在先來一罐頭，吼。因为你煮滚的时间啊，它其實還是會持續加熱嘛。嘿，好，煮滾以後，微微這個做咧醬來燒燒，開始曬曬來泡咧。好，用下一泡咯。哎，看，哇，馬上個毛還食了風水風它就掉出來了。哎呦，真係，個毛還會跳。哦，按起哦。今日就係風水就係。天然的色素，係冇師傅。師傅，你講海鮮的東西吼，較冇破案就係正經的嘛。其實咪看人家的東西的清新啦。係啊。上次係講嗰啲咧係好毛蟹，會幫佢泡好擦掉，好因為嗰啲講嗰啲係軟殼嘅，殼係軟嘅，所以嗰啲咪攞佢泡好油掉，泡幫佢好擦掉咁。其實海鮮哦本身新鮮的話哦，就唔是加嘛個特別調味嘛，吼，像加係出粉咧，煸下去粉啦，不要香味樣嘅。係啊，呢啲啊吼，那先讓嗰啲啲煮好嘅，即係燉飯先擺盤。哦，就說在邊落去擺盤咧先。那先講一下呢個盤咧，係你帶來冇？係啊，我帶來。很強哦。同個當然是看得到啦，誒。你看你燉飯哦，其實媽媽都會想講啊，燉飯很難煮，係啊，甜過以外啲見啲辣辣總之，一般來講係正經用生米煮燉飯，而且叫嘅時餐都會煮半點鐘，半點鐘哦，對，你嘅冰糕師傅吼，當好教媽媽用最簡單的方法，係，一下就好咧。當時就話講嗰啲安布啊，冇是睇咧盤啊，那係變相跳冇傾。哦，保鮮膜啊，嘛個東西哦，不用只盤啊，就跳那個咧米哦，盤冇是睇盤，直接那變上白。因為變相我用加水分吸，嘿，這兩個盤子變燥燥，你是都做咧咧燉飯。那你哋毛蟹，
哦，蚕豆应该，哎，听又讲我破洞丝的时间哈，是看伊又浮起来，浮起来蚕豆是又熟嘞，我啱可以提火，啊，幫佢別啲油出來，好咧破咧，你看，對，擦擦兩煙，但像糖咧上去凍菜，係啊。破起來呢個毛蟹哦，先必捽下油，捽下油嚇，好，有毛蟹嘅，呢個明太子喺內面，到呢度啊，你啊吼。你毛杯其實沒有賣嘛？係，其實都一般超市啊，咧都算清嘅到啦。你那是速乾的時間啦，是熟悉的時間。該當好是要增加它的顏色。係啊，係啊，毛蟹是可以擺上去。當初來到異國海灘，螃蟹爬在上面，結果我要把它吃了。對，想要它趕快爬到我的嘴裡。佢一毛蟹一叫嗬，一破起來凍醬，哎，一痛時哎撈咧好，太子沒上意，沒上意哈。其實兩明太子貓不買轉來，太太做出西哈豆嘛，是叫做來食的哈。哇，媽媽還攏講哦，我曾經啊，就是調味啊，弄個明太子啊，用紅蘿蔔來煮，就來煮海鮮羹哦，調到太假。聽下先切好嘅咧嚇，香蕉哦，我哋都批到東香誒，香蕉咧放上去，嚇，係配下色，哇，睇兩樣嚇，油醬油煙用嘅地中海料理，真勁哦，很香哦，好誒哦，每一道菜都一定要你端啦，一定要盤誒，來。按你出好嘅嘛？好嘞，龍開家講，你下套菜係乜嘢？明太子軟殼蟹燉飯。聽我來先。你睇我食到按道嘅軟殼蟹底擺度，裡面食到最新鮮、最起嘅呢。個起司嘅米絲吼，本嚟軟殼蟹嘅起嘅毛蟹米絲頂上來之後，你會發現說，哇！我好像在海裡游泳。我又食到嘅明太子嗶哩波羅，另外嘴都點一條，整個的鮮奶的鮮甜味啊，還有你搭配那個薑黃，你看薑黃對我們的肝是非常好的。夾嚟食兩個人都企起來。貴家很做嘅事，應該叫家很做嘅事。你睇我食到按道嘅軟殼蟹底擺度，裡面食到最新鮮、最起嘅呢。而且我吃到你用嘅方法當好，加去飯要加個起司粉，呢個咧起司嘅咧香味。個起司嘅米絲吼，本嚟軟殼蟹嘅起嘅毛蟹米絲頂上來之後，你會發現說，哇！我好像在海裡游泳。我係食你係燉飯。我又食到嘅明太子嗶哩波羅，另外嘴都點一條。韓國呢，應該你係盤啊，我本來話到講，因為我對燉飯的了解就是像舊的方法嘛，所以我想到應該盤用軟麼，就應該想嚟嗰種口感麼，然後那個整個的鮮奶的鮮甜味啊，韓國你搭配那個薑黃，早明你也是哈豆的，你常常熬夜電台，你看薑黃對我們的肝是非常好，因為它分泌膽汁，所以讓我們的肝功能更好，然後。又是酒感應來是薑黃，它可以解宿醉，所以真的是一個動容性嘅料理。係用心哦，講到用心啊，邊個？嚟講，其實咱來將做三套菜聽聽，我就知道講，看嘢當簡單，係，因為人學要求咩？你看得上人學來，你都估到得上人愛嘅東西，係。
营养帮你做到的。其实哦，我就了解佢嘅，同佢嘅演技啊、喜好啊，你都天天去了解。而本期是拢可能你讲，是到咧冒害放皮，但是没有是到健康啊。你係就大家先看到佢牛排嘛，一定唔會先看意大利面嘛。而先是到牛排，又是到蝦公，但是又是包水佢條面，我從咧軟殼蟹是到切軟殼蟹是到冒害啲東方魚嘛，但是是面，對，是到咧姜黃嘅咧燉飯，是變到咧健康嘅咧，就係問題到去上多啦。其實做菜哦簡單。是诶，咩讲个切东西啊，嗰啲困難，是容易去做。你你是多哦，是有感動。係哦，因為越簡單嘅東西哦，越難得。因為嗰種係真緊嘅幸福，真緊要感受到。食東西還有用心過程，反正心係強嘅。真係當什麼嘢啦？下擺行嚟就想講，我去本出蠻難題。做得9宮格、16宮格，我們 bingo 一下。其實應該就點咧菜單啊，啲嘅菜單是已經當多元化啦。你唔係像一般嘅菜單講，你乜解，全部食好。沒有一篇係講食好，但是難食嘅人還是食叫。上來是特別，佢咪做得。牛排配啲嘅姜黃燉飯咪做，其實切價錢，成個意思，一隻菜單是從邊個幫佢發呀？真係當期待哦，就係呢，你做得10個用啊，嘛嘅愛食嘅東西，帶來本來嘛嘅驚喜哦。真好冇問題。什麼嘢啊？唔係，對冇？阿邊講吼，主要樣嘢，佢特別有特色嘅，因為你啲食法裡邊都有當多嘅細節，有像是你注重到細節，注重到用心，你注重到快樂，過每一年，過每一分鐘，什麼嘢啊？什麼？你要好好過自己嘅生活，用心嘛，好冇？當然，而同一時間收看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來了。大家好，今日來家家有好食，來到台這家窮下來做好食的哦。今日做嘅三樣菜有咧用水潤餅，咪還有用咧牛排，還有軟殼蟹。用普通人東西來做咧嘅變化，然後這個豆腐蝦咪做得簡單，做出傳統好食嘅菜。呢樣睇這個有好多今日三樣菜，大家做咧豆腐蝦，自家來做傳統5星級嘅菜。